Sir、Madam， 考你，詐騙案仍然係全香港最多嘅罪案，而我哋警隊又有防騙視伏 App 幫大家抵禦詐騙喎。今集就考下大家對防騙視伏 App 有幾多認識啦？好似冇聽過。有聽過嘅。防止俾人裝咗呢個程式喺個手機，咁就自動有個好似屏障咁保護我哋啲老人家或者香港市民防詐騙、防騙子、防騙電話、防騙網站啦，舉報咯。識別嘅電話啦，係可以過濾一啲網站啦。如果真係萬一出咗事，就可以攞嚟舉報啦。上網諮詢咯，係即係查嘅資料咯。防詐騙啊，舉報。防騙視伏 App 可以幫大家偵測騙案、識別詐騙來電同埋網站，市民亦都可以透過 App 去舉報，咁就可以做到趕絕騙案 Go ahead 啦！未下載嘅快啲 scan 呢個 QR code 下載啦！今集考唔考到你？下集隨時輪到你。